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7，箴言11章17節安尼講：堅持公義，得到性命；繼續做歹，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，上主厭惡；行為正直，伊所喜愛。三個來祈禱，厭惡阮做歹，愛阮堅持公義。行為正直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聖潔、公義、慈愛、甲信實的上帝。你的寶座建立在公平甲公義的頂面。你的道路完全，你的作為攏是良善。主啊，你毋但創造天地萬物，閣較用永無改變的疼來看顧屬你的兒女。主啊，你的恩典日日換新，你的憐憫每早起攏是新的。主啊，你用疼的手來牽阮，互阮通行佇你的光明中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無做歹來得罪你，甲傷害人，互阮行佇公義的道路，通帶予人平安甲祝福。求你互阮的行為充滿信實，互阮的生活成做福音的見證，互人因為阮的好行為來看見你的榮耀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